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吴思希。今日村民大会来到为高接里的故乡台中东市，昨日看到今日来到所在是东市的中科里，睇附近呢都是地业人哦。什么嘢呢？是种地的农民起无限的时节，现在米价米货都会开始接地风的，大家无限汽车就会遇到高天热6000几的时节，有好的生产，有好的品质的地业，本消费者来买。其实讲到地业，唔单单是菜地青葱嘅为农产品，咪系经济嘅来源。不过多年来呢，菜地开始传统休闲农业。2014年嘅时间呢，菜地传统嘅荔枝乡休闲农业区发展到已经有4年呢。一啲农民当上忙，希望为一下农村人口更来建设高龄化嘅农村带动转型。所以家到安样嘅转型，要推出样板嘅提升咯。今日村民大会带大家共下来讨论。欢迎听听镜头来到中科社区节目讨论的现场。今日村民大会来到为东市的中科里哦，昨日看到睇6间的现场，双方都是美国水枪，即係讲都有外国的气氛哦。不过今日嘅要来探讨一项传统的菜地产业，安样嘅转型做休闲农业，韩国用嘅天天社区向下来成长。天天呢，最首嘅今日来宾，头位来宾是水保局台中分局的分局长简俊发简分局长。大家好，欢迎。听语来宾是台中市农业局的主任秘书王瑞清王主秘。大家乡亲，大家好，请坐。第3位来宾是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秘书杨正义杨秘书。大家早安，大家好。第4位来宾是屏东科技大学农企业管理类的助理教授林俊南林教授。大家好。韩国呢，台下看到当到休闲农业企业创业干部，韩国菜地乡亲都向下来参加讨论咯。其实呢，今日村民大会来到鸦片哦，就会带大家来认识，唔单止係东市里嘅一項產業部，韓國嚟到嘅菜地農民也係部嘅，韓國也按多年來都當上忙，想去轉型推廣休閒農業。所以也嘅休閒農業睇也特別安樣嘅發展。也之前呢，先嚟看一下菜地同里嘅有關嘅文化歷史。同本大金橋里風接到台灣的黃山樹鄉，本台灣美食的種出溫帶里，你係台中東市中科人張榮生，到民國60年代第3小班發明嘅特別的技術，後來高本國嘅農民從此東市高接里嘅農業經濟。1400個小時將直接達到打破休眠期。這個技術會給人保留的是，不給人曉呢，因為給發表論文出來是公共財，所以歸去也申請專利也冇下，歸去全歸嘅農民，所以這是離農之田兩開始。你們可以稍微拆開拍照一下。日據高接里為東市帶來安泰嘅農業產出，到舊年嘅太地同良後，東市地區按算成立里文化館。中科里嘅生態農場主任自從人氣嘅地貢獻出來做里文化館，來紀念高接里嘅發源地。所以你高接里嘅故鄉發源地，實講算是很中科嘅，因為你張榮生先生也好，也當到團隊，幾乎中中科人。但是聽見嘅今年高接里嘅技術推廣到更來更到位，將會苗栗3灣、宜蘭3省就發生推出7個品牌，東市未就推出吉利4個品牌，但是日子里本身加工無限簡單，多數嘅那些設計師，san期個適足熱天同秋天兩個季節，含有當道嘅困難。東市嘅面積大概有2000公頃，可是東市嘅農民有一個好處，早期在政府補助下，我們有做小型的冷藏庫，我們會做儲藏的動作。價格不好的時候，我拿去冷凍庫底部做儲藏，
动作等价格好以后，就是慢慢来，慢慢出货，慢慢出货，不会造成一窝蜂的市场货量太大。另外，人口老化、车无古人，掠到现实的问题，最好还要时间去解决。更加重要的是，人质猎满支持市的市场已经当就例，我大开一条新的产业的路。中国居民开始转型有限农业来创造附加价值，安阳选手是大家来讨论的焦点。叶大北是李子乡有限农业区，梨子乡顾名思义就是梨子的故乡哦。叶片家喺样片上做的看到，呢种口梨的里面係钟永生先生，佢喺民国66年家下就會有一項技術傳落嚟過後，人講葉片做得講係高級梨嘅故鄉哦。農事嘅梨子鄉有限農業區就係睇呢農事嘅種口梨，葉大北範圍呢，它約有584公頃，不過規個呢種口梨哦，差唔多有900公頃，也就係講呢，呢有限農業區徛喺呢種口梨嘅差唔多超過1半卡價哦，即係講係東法嘅範圍，差唔多係睇4年前，民國103年12月。嘅時節成立嘅葉片呢，我發展其實係物界除咗同大家講嘅，就係葉片係高級梨嘅故鄉，含葉片有安靜嘅生態，還有做哋帶領民眾嚟到葉片，自家做東西來體驗葉片農民韓國農業係用嘅嚟發展呢。另外一項統計資料帶大家看到嘅就係講，梨嘅就係呢東市葉片輕重要一個產業，韓國東重要項水果啦，帶動嘅菜體嘅經濟發展。對亞種嘅面積來看，差唔多梨嘅種有1200公頃，差唔多有按多。下來呢有按多嘅農產品，其實睇東市葉片都種嘅真蠻多哦。看到有吃嘅呀，還有一個椪柑，還有沒有果柑，還有土味啊、通柑也得。不過我們很好奇，就是東是梨的故鄉，我們今天來到梨之鄉，怎麼會想要推動休閒農業哦？今天呢？農會那邊咧推廣普惠主義沒有嚟到現場，做啲同大家小嘅下講，一下呢，董事發展一個種梨嘅啊，佢產業發展到前景樣板，有份用嘅上去嚟做有限農業冇？像主任同人講下。最主要是因為東市經歷過921地震的一個經歷，然後我們東市區農會在經過921以後，那時候政府也積極在推動這個休閒產業的這規劃，所以我們在中科里這裡，我們最早原先的規劃是把我們那個中科里這裡的基地變成一個梨文化園區的一個規劃的一個方式來呈現，好，然後把我們的最原始也這個高階梨的一個產業的發展史搭配的地方產業的整體，我們有做一個梨文化園區的一個整體規劃，所以我們這休閒農業區的話，我們就是讓我們除了應用原本的高階梨產業的這種模式來推動以外，也讓我們的那個凝聚鄉親的這個凝聚力，把我們的服務體驗行銷，包括果樹認養這些，就一起呈現給我們的消費者。那希望強高就是我們的楊秘書啊，就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有很多地方的農村都想要推休閒農業，那包含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志鄉，是不是因為大家？一方面也是想要解決農村的問題，那一方面也是真的看好這個休閒農業的商機。其實休閒農業是在台灣農業發展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面向，因為台灣的耕地面積狹小，說真的，那加上人口老化，然後栽種的成本其實還蠻高的。那尤其台灣又處於我們的颱風地帶、地震地帶，所以農民就是靠天吃飯，很容易就是一整年的心血都沒有了。所以推動休閒農業其實是提供消費者一個所謂體驗農村的一個方式，加上現在的都市化跟城市化，包含國外遊客也是。那所以其實提供給消費者、都市消費者一個體驗，是我們農村能夠做到的。那對我們農村的好處，其實是讓年輕人回來。我想這個大家鄉親都是很希望讓年輕人回來，可是讓年輕人回來只做農業，其實是他們會受不了的。那如果有遊客回到我們農村，其實讓我們年輕人可以跟世界接軌，我們可以接待國外遊客、香港遊客、日本遊客，然後韓國遊客等等。那這樣子年輕人他們留在鄉村的活力會比較高，意願也會比較好。那加上說真的，收入也會比較好。對，所以其實，在農村，其實如果我們休閒農業發展起來，說真的，在農村的話，收入其實並不會比都市差太多。董事葉片出產的咩個咁係全台灣青島嘅，再過來聽一名，人家講到嘅梨嘅同吃嘅，
离个亚哈扶贫期总比董事一片差不多有加有500万公顷，较多一些的呀。不过产量规来讲，喺全台湾徛喺第一名，同此嘅共用。再过来呢，像係碰柑啊、韓國桃嘅，喺全台灣係第3名嘅。故所講，呢董事期農會怎麼推出吉利士？呀，吉利士就係柑嘅吃嘅同吃韓國呢利嘅哦。那我想要問的就是分局長，東勢這邊其實我們知道有2個休區，那你怎麼看梨之鄉休區呢？因為它畢竟是一個比較新的休閒農業區。台中的这2个休区其实完全不一样哈。那比如说，这个软鼻坑，它除了采果以外，它还有一些萤火虫等等生态这一方面的。那在我们的梨之乡这一边呢，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采果，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农事体验的部分。尤其我们休区这几年在农会的辅导之下，其实这2个都有它的这个互相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推广休闲农业既然是一个大家选择的一个方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它就必须到几个辅导的这个协助了哈。我们要整合行销，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要做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行销，那单独的跟我们整体的来做市场的一个区隔，其实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我们怎么样把像新加坡啦，像香港这个没有农事的农业的这个城市或国家带来我们这边？所以像我们可以看到软鼻坑有大部分都是香港以及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那我们梨之乡也是。所以这2个的部分就变成我们台中休闲农业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往这一方面再做更多的一个协助。謝謝分局長哦。不過也有同時間交本現場嘅鄉親哦，因為也有很用嘅3萬用嘅成立一個有限農業嘅，聽說有一道甘苦談可以跟大家分享。韓國有乜嘅想法，我同大家來講嘅，也就請現場嘅鄉親有乜問題，就在卡數本來看到來發言。好。像我们在农村里面的都是老龄化了，年轻的都不愿意回来，是确实回来也非常的困难呐。所以都也想过借着机会，能够在休闲农业区里面带动一些农业的转型，让游客来直接到我们农村那边呢，直接去体验我们的农村的一些，不管是水果的种植，或是产业体验，或者很多的客家的米食。各方面的话，我们希望说借这种机会，能够让游客到我们这边休憩来，这样的话也直接增加我们农民的收益，也这样的话希望说年轻人呢能够回乡，为我们这个农业继续在打拼。謝謝，好，謝謝理事長，請坐。還有鄉親我發表意見了冇？係。咱農村嚟各位人口嘅老化非常嘅嚴重，但係中科里來講人口有2300人。但是65歲以上佔到400人計，所以安尼就相對啲講，65歲以上即係好好做農，像安尼離當款。聽講安尼邊個休閒農業區500人公頃，但是中科里嘅範圍是900人公頃，9.6平方公里，所以非常嘅寬。安尼做農人力嘅問題，按年紀安太，像我哋年紀做5萬6就算拖。安尼在中科來講係很有生意，很有生意，很有生意。唔單止想講60來歲、65歲以上，當要生意頭就佢哋開始要接你嘅，當要生意頭，不要釋放，來釋利放你是要接你。所以你體力上，尤其不管細奶卡細妹，中下做到80年歲人都做，你像80年歲，你話80年歲都都市地都80年歲都可能都。血困都冇到養老院，艱難到山農嚟做事，非常辛苦。所以按呢情況之下，睇安尼嚟理事長就講過人口跟外流，尤其就澳啲係非常嘅嚴重。安樣順將啲安尼嚟年輕回流轉來，安尼田莊來做農，也做其他事業，中華時代。但是呢，安尼成立安尼梨之鄉嘅休閒農業區將開始冇去叫，所以當配套措施好好做，
包括安尼的硬体，包括安尼软体产业的文化，因为像将安尼的环境的塑造好，将来年轻人吸引进来。好，谢谢大家。谢谢里长，你请坐。韩雄亲，我表示意见的嘛，来，要不欣赏。黎智乡经过4年的打拼，到目前呢，真的我们在回顾下来，我们在想，我常常跟我们的团队讲说，我们能够为农民做些什么？好，我们成立了黎智乡以后，农民得利了没有？好，那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团队呢，最希望的就是说，把客人引进来，是好，然后把我们的农产品带出去，好，这样增加农民的收入，那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农产品的2级加工品，是我们真的我们要认证的话，啊，譬如说你的8大营养素的那认证那些，那成本都非常的高。有些农民就想说，我申请一个认证要好几千块，7、8千块，然后我的农产品，我的卜瓜，我唔知买有7、8千块我，好，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上级单位啊辅导单位，在这个认证方面能够补贴农民一些，让农民更有意愿的去发展他的2级产品。好，我以上的建议，谢谢。谢谢理事长哦。我想要先请教我们的农业局的主秘哦，您刚刚说你其实看着我们这个休区黎智乡一路的成长，那现在成立已经将近快4年了嘛。那刚刚综合农民所说的问题，黎智乡的优势还是存在，他们这边的条件本来就不错，那再加上他们休区里面的人员都很和谐，大家一起来创造我们这个休闲农业的一个商机，他们很想要努力去做。不过是不是还缺了那么一点的动力，或者说还有什么样的帮助？所谓的休闲农业里面，1级就是产业，2级就是加工，3级就是休闲。那本来就一个6级的产业，那我们都俗称是6星级的部分。加工这一块，现在我们是比较要需要在做的部分。那很多的加工的部分，在高阶里的加工里面可能会比较吃亏一点，它可能会比较，但是农会里面它市场的很努力哦，它也尽量的让那个梨子能够入菜，还有各种的部分。加工品的部分，那鲜食的果文的价值很高。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其他的政策里面来增加的诱因哦。那相当的在这边的加工里面，我们希望有机会在这边的帮上忙。那政策里面这边的在加工上也会请各学校这些相关的协会里面帮我们研究看看这个高阶里在这一块加工的那一个还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进来。那我们会补助他们，会来研拟这些相关的措施。政府在这一块，那刚刚也有理事长提到认证这个部分，确实是这样。如果要区隔市场入格部分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认证或者是一个验证的结果。那个产品就会离开了红海市场，会比较在蓝海这边。那我们在所有的那个产销履历这一块，我们也有补助这一个各产销班这一个部分。那市政府在努力这一块的话，希望能够将各个休区的特色发展到极致。那黎智乡本身我就是很有感觉，所以我本身对黎智乡的感触是后起之秀哦。那他的未来的成就一定会更多。大概以上就说明一下。谢谢主秘哦。看到大家按上网 via 嘅休闲农业期来打标哦，不过也休闲农业真的有那条特色的素材，加条都喺推广嘛间哦。透过样片带大家看下来看。在花盆上大概构图一下，你什么图案要贴在什么部位，好，先把它记起来。高民众用平调的方式总是花盆的外观，将各同导入气氛注意花盆度，本来干系将来自家搞嘅导入气氛，而且结合社区推广休闲农业期，农场主人请为民开 DIY 课程，帮民众来体验。因为我以前有参加咧社团来发通，做咧同时想咧用到咧上辈当适合，所以我就同咧主意拿来做。好，本游客更加多来体验，互了互教。
除了自家做东西发通，经济休闲农业区同社区的互通都好。去年底社区的小铺帮妹自用客家歌舞，反映对挪威按热来到的人客参观当地的休闲农场。我觉得东西的空气很好，东西的人非常非常很好，我很喜欢住在东市。日至中科开派体育400位工厂，百的山路巡航，如美国需求的自然景观，美如里甜刺减热到经济作物。本摆主要的生产作物，历今年经济管理的理由更来更多。社区地图自由强势，203年成立荔枝乡休闲农业区。我摆的是见到是商业化，种下美食啊，街路种下人接人按多，毋过人家买的可能迄个艺品种下强用，佮就是他家做猫头鹰就种下猫头鹰啊。我俺无强用哦，俺的生活是慢活，来量是体验农人的休息俺的方式，俺做物件。年度都听爱做物件，爱接梨唔接梨，爱采梨唔就采梨，佮是一种深度的生活的介入。成立4年，社区内部对未来的发展探讨论。社区人士们希望，下一摆若是休闲农业区是带年来了，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要西部境外中大病的后生人转来做事。也个6星级的产业很用的东西，先同大家讲哦。鸦片呢，6星级的定义就是我们要有1级、2级跟3级。睇鸦片种理嘅，就会按呢轻重要的1级的产业。再过来呢，要有加工产品，像刚刚熊亲有讲到的，我们想要自己做一些加工品，帮农产品加值。韩国再过来就系服务的部分，我们要有销售，要跟我们的消费者面对面的，这跟我们传统中理也是完全没共用的哦。要加起来，我们用加成的效果，就会按呢6级的休闲农业6星级啦。按你讲，较好谈，也感觉是一个在农村一个新的希望哦。其实睇荔枝红鸦片呢，加工都出喺一般上到的农产品以外，还有加工品。唔对，那都有加工品，我们可以请在地我们休区的代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从初级到2级，我们到底怎么样子去推广？那当然，刚刚从影片上面也已经有看到了，我们怎么去推我们的休闲这部分。那我们的产品有哪些呢？我们现在加工品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了？那其实我们荔枝乡呢，在东市这边，我们是1年4季都有果。那我们除了农民在做1级的农业的种植之外呢，我们也做了2级的加工品。那因为我们是梨子的故乡，所以我们有几样加工品，就是有其中一样是用梨子用我们原生种的衡山梨，它的风味比较好，然后用它来做我们梨子酥。我们每年我们会辅导2到3家的农家来推出他们的加工品，然后统一挂上我们梨枝乡跟东市农会的，还有会在这边加上 QR code， 让消费者一扫就知道，这个产品的来历是怎么样。那像刚刚大家有提到，我们可能要去申请一些，譬如说认证啊、营养标示这些，那这个都是我们农民各自去来做吗？还是休区也会统一这样子？检验的部分呢，检验费是农家自己付，可是呢，我们东市农会有辅导我们做整体的包装设计，这方面他有给我们补助，所以包装设计是由农会这边有给你们补助来协助你们做整个包装的设计，但是我们产品的就是营养标示啊，或是验证什么的，还是得农家自己。好，谢谢你，请坐。有好的产品，当然啦，要采体有种出好的农产品，才会有好的加工品啊。这2个品质跟量一定是相辅相成的。那我想要请教我们的林老师哦，整体来看，这样子的休闲农业在这边已经算是成熟了吗？还是说我们还有一些部分需要再稍微的努力一点？当然，他们这边已经很棒了。休闲这个部分啊，其实以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在业界我在饭店在农会我在台东县农会待过那在整个当过休闲事业部主任那也在整个这个休闲产业的12年的时间呢，我的一个心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都休闲。那么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休闲的情况下呢，其实在我们休闲农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所成立的。为什么要成立休区？
那么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的情况下，有人专门做生产，有人是负责做加工，有人负责做休闲服务。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休区就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大家可以把它包含起来。刚刚我们谈到我们里长或是我们理事长都有谈到说，我们休区就是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可以涵盖所有1级生产的、2级加工的、3级服务业的，包括餐饮、住宿等等，这个把它包含进来，就是我们的套装形成。好，所以在这个平台部分，政府资源可以进来，我们休区，我们整个休区的组织可以去运作，这样子带动的是整体地方发展。那我想，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呢，休闲农业它可以是一种品牌塑造的方式。所以刚刚讲到说，认证一次3000多块最便宜的，7000多块、6000多块的这个认证费用，事实上真的很高，也很多的农民是没有办法负担的。那怎么办？休闲农业其实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证的机制，各位可能都没有发现。各位，认证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取信于消费者，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那如果消费者已经到你的面前，看你如何制造的过程，你还需要认证吗？他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认证。所以，我们休闲农业啊，体验活动设计的部分，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来的这里的消费者能够了解我们的耕作过程，能够知道我们整个加工的过程，以及我们整体的生产过程，他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认证。如果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农民你不用负担太大的检验费用，你请他来到这个地方来做休闲，他同时也在认证你这个地方。口碑行销绝对比任何 SGS 任何的检验单位来的什么样来的有说服力。以上，谢谢。谢谢老师。在不同时间搞本天从的详情哦，我们梨之乡这边，我们想要怎么样去在现在的休闲农业市场里面冲出自己的一片天，然后打造自己的固定的消费者，或者是吸引更多国内外的游客来。大家有乜嘅想法，我再给提出来冇？来，叶必先生。蔡总统嘅時都先期嘅時，要推出一個台山線、浪漫西山線嚇。當然有條線嚇，我感覺講拄我經過安尼時，安尼休憩了。因為浪漫台山線有條路哦，38條嘅古步道以前連接，結果終點只安尼到北到南，嚇南就安中部安東西，嚇因為結合到安小中科。當然，你台中市去年嚟講，是有提出來，有講說明會，你要送去，聽講就送去中央嘅嗬，你7.5公里嘅咁話步道，只停喺呢個，你接安尼水保局嘅生態步道上去，有個人在新樓，到個安尼中科小步道，中科小步道可以連接到客家文化園區，你個步道你個經費嗬。你送出嚟已選項嚇，多啲你規劃到已選項，你希望相關你就要發出來解決。好，多謝。還有鄉親嘅表示意見嘅冇？請卡數，一位先生。我將來你家鄉兩夫婦ที่3年嚟4年嘅嗬，那我感覺講，農業發展嗬，像你講做2級產業啫嘛嗬，2級產業對我嚟感覺真多成本嗬。標示啊、包裝啦，個睇下講檢驗費嘅問題啦，過來就你說，能做加工嘅設備，你總係成本。現在2級產業那就做對人哋鮮果類嘅品質會較好，該刺激品啦該賣相較無因是調落來做加工嘅我希望講相關對呢個方面來。即係嚟要幫助幫忙一下，好，謝謝。多謝。還有鄉親，我表示意見嘛？一位鄉親。台中市政府有一個口號，吃當季，實在地，這個是我們市政府喊的口號。我們這邊我們這個休區地方我們最欠缺的就是吃的問題啦。很多的遊客來這邊都沒法度，我們沒有辦法供餐，沒有預約就沒有供餐，所以我們客人已經慢慢的進來了，很多的我們的里民認為接客是一種很麻煩的事情了。可是最重要是把我們的客人留下來，他才能延續後一段的行程。
没有我们以前办的这么多年办的活动，就是不是早上就离开，就是下午再来。这个餐的部分我们都没有利用到我们当地的食材去做料理。今年我们配合市政府在水梨季的时候，我们在台中市也有推出了水梨入菜的料理我们也去学了很多的水梨入菜料理回来。我希望我们本身自己要多多的研究水梨入菜让我们的游客能尝到我们当季最好吃的水梨放在菜里面这样子。好，谢谢你，请坐。食的问题很重要，韩国加工的问题没懂出，韩国恩用的同乡亲流体鸦片在地有这样现有的资源，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利用？在这之前，我想要先请教一下农会的主任。刚刚农民提到这么多，我们农会的家政班的动能可以提供出来吗？农会的投入当然是跟农会的经营，农会有经营的疑虑，有经营绩效，有赚钱的，当然投入回归地方，这是理所当然。所以这跟农会的营运绩效是有关系的。然后，但是农会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則来讲，是说地方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条件，跟着农会的这个整体资源的投入是绝对相关的。以我们的地区的这些休闲农业区的这个投入的，他们的那个意愿越高，当然农会来协助我们的投入资源，当然也会越强。因为比较来讲，会呈现的效果会比较大。刚才讲我们的地方的，刚才说加工产业，毕竟所有的东西大家都想要做，但是成功的毕竟来讲是少数。所以农会的原则是像一些包装啊、行销啊，农会一定会来做一个引导的一些介入跟参与。但是我们是说能够商品化为原则，因为这才能够替地方做整体的包装行销。好。谢谢主任，您请坐。主任说到，就是农会其实在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在地方上直接第一线就可以帮农民先整合我们的需求跟问题，然后从旁去协助跟辅导他们。不过在更大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硬体有没有办法，我们农村里的环境要怎么让它营造得更友善，可以更吸引观光客进来，可以让他们在这边感受到农村的美，跟我们整个环境都准备好。这部分我想要先请教分局长好了。其实我们在东市中科里这边，它的这个环境是别人创造不出来，那这个特色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这个所谓的更进一步的精进？那里面经营管理的部分，大家会提到，可能就环境还有一些设施不够，或者是我们可能一些活动，或者是我们的吃住还是不到位。那这个我觉得在过程里面，一定会遇到。我们要转到一个方向说，那消费者要的是什么？也许他来我们这边，除了这个我们希望的采果以外，他也许希望从他来这里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另类学习或者是放松这一块，也许就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优势。那利用这个优势，再慢慢去加强我们这个团体的占的部分。所以刚刚会提到说社区发展跟休区，其实两个就这时候结合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那刚好我们这个范围又是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刚刚有提到步道啦或者等等，这些深度旅游也是目前我们找出来应该要再一次更精进的部分哈。也许我们这检讨我们这4年来我们的经营的管理的部分，那再做一些的这个所谓的修正，或者是再做一些的改善。那我想这个除了硬体改善以外，我个人还是觉得我们软体经营管理的部分，怎么样找出未来我们需要迎合这些消费者的习惯，或者是他来这边的目的，我们应该要做一些的了解跟这个调查。也许他来的时候，他要体验我们的是我们的农村生活，那这时候我们的社区农在的一个成果就可以马上把它展现出来。那也许他希望的是在我们的最优质的这个水果的部分，那我们的生产的技术跟我们的加工的部分，也许就最后就是他要的选择。那我想问一下主秘，刚刚老师有提到5年休区要做一次的整体的算是
检讨或是准备也好。那刚刚农民也有提到说，其实这4年来他们真的很努力，不过这努力的过程当中，似乎还是有一些部分需要一些加强。就像刚刚他们希望有步道，或是比较希望在餐厅可以解决我们食的这个问题，这个是首要需要解决的吗？黎之乡他办过2年的梨树认养，回娘家那个认养的那个所有的朋友回来，那个他人潮之多，因为我有来参加过，我知道，所以变成来讲是直接缩短产地到餐桌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那也缩短了碳距离。那这个东西也可以，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直接的就是口碑认证，也不用什么认证，但是认证的是双管之下，就是农产品加工在梨块这边，刚刚黎之乡的也特别加工的部分。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所谓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这个东西都必须要在乎这个，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很重视这个，所以口碑如果有机会拉到现场来，当然是，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到说所谓的灌花博游东市。我除咗嘅有限農業真係冇按改哦。對軟鐵嘅部分、鋼鐵嘅部分都要強下來做。對亞種圖都哋看到，也全台灣有90個嘅有限農業期哦。睇全台灣排前4名嘅就係宜蘭、南投，第3名就係睇誒台中。台中有10個嘅有限農業期，苗栗有10個。做哋講，單都係集中睇總台灣鴉片哦。故說總台灣鴉片，我來推廣有限農業，經營講有動態嘅商機，有很大的發展潛力。那休閒農業，大家都希望可以創造我們農村可以永續發展，要怎麼來發展呢？我們來看看影片，再過來討論。桃農場地度特別建立區議會幫遊客體驗摘甜柿，亦係摘通柑。4年前，將故鄉接落烏卡農場嘅老用醛，對往擺間啊夫子生產進行做開放俾民眾來參加嘅有限農業模式。爸爸種落來，種落嚟吼，按照怎樣嚟？反正你啊顧到技術嘅問題，還是要個學習吧，係。你啊3、4年咯，感覺慢慢就因進步咧。像今年啊掉到倆咧，像紅嘛，唔係像冇擺咧，永遠那老啊咧吼，就感覺較有成就感啊咧。為咗幫遊客使到安心，老用醛未用有限農法來種，希望國家多嘅消費者先認同。很多年來，從喺到當年底開放梨樹應用，不都會去民眾期待反正年的一天是自家去種梨，未幾件盼嘅50年呢。接種效果還不錯，所以才會年來認養。希望大家能夠大家都來共同的來認養，啊，幫助我們的果農。體驗一下那個農民的生活，因為現在在都市太無趣了。我們就種葡萄，我有人種當到種南法的都很多，但是重點都太重啊，都是果汁梨，果汁梨的面積非常廣。除了種果子，包含蘭花，咪係當地主要嘅經濟作物。研究就睇到企業嘅去年來觀看國家溫濕土都好，種可是生產當多種嘅作物，品牌嘅梨，豐富嘅物產，還有當好嘅風景，透過旅遊觀光行銷。農民希望用多年有限農業來個打造東市嘅好光景。也12月的哦，也菜田農民差唔多開始接梨風嘅，我開始無限期差嘅哦。也個農民除咗愛做自家嘅農業發展，韓國有嚟推動有限農業，正經講係無按改哦。唔過家睇樣片後，大家咪做嚟看到，睇樣片唔單槍有梨嘅，有按到嘅農產品，大家都當上網潛出自家特色，就係希望講，呢種可韓國呢幾個東山嘅農業做得允許嘅發展下去。2016年的時候呢，我們到農村旅遊的人次有超過2500萬的人次到農村旅遊哦，去做休閒農業的旅遊。那其中呢，外國的人次有47萬人次，目前來看還沒有很多啦。以2500多萬跟47萬人次來比，其實有點懸殊。不過看到的產值，它其實可以創造超過100億元，有106億。那2016年剛好提到有47萬的國外的遊客到農村，其中來台灣的國外遊客總共超過了1000萬，有1069萬人次之多。那不過有47萬是到農村，所以可以說啦，這樣子的遊客數到農村的遊客數來比，還是一樣有點懸殊，不過是還可以繼續努力的。一份的
统计资料再带大家来看的，就是从民国100年到我们的106年，就是去年，整个我们农村的旅游的人次，光国外其实成长了很多。刚刚看起来好像跟来这边玩，跟到农村其实比例悬殊是有差。不过我们来看这数字，从民国100年的时候只有16万人次之多，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这当中已经成长了20几万人次，等于说是翻倍在成长。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杨秘书，我们这样子推动，刚刚协会那些资料都可以看出说，其实休闲农业在台湾不只吸引我们自己台湾的都市的客人，那国外也是很受欢迎。台湾的旅游人口就这么多，虽然会重复旅游，可是我们更需要拓展国外的游客，因为国外游客他会是非假日跟淡季，台湾的淡季来旅游，所以可以补足我们假日跟平日的对，可以补足我们假日跟平日，尤其我们现在我们政府在推的是新南向，其实我们在协会在推国外旅游这么多年来。做我们每一个市场其实都有一个目的，都经过评估。其实南向，假设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其实他们的休假期间是第4季，就是我们的淡季，就是现在这个时候。那国外游客呢，其实来到我们休区有另外一个好处是，我们透过接待国外游客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让我们业者自己做提升。你会发觉说原来其实国外游客不会那么难接。然后其实你好好对待他，国外游客其实要求不多，我们就拿出真诚来就好。那真诚是我们农村最多的，对。那国外游客也不会采很多水果，那可能他希望的是拍照，他更希望的是悠闲的空间，这都是我们农村的特色。至于是不是每一个休区都适合，其实说真的，全台湾的休闲农业区跟农村都适合做国外游客的接待。可是唯一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个环境要好，环境要安全。这是我们很重视的一点，环境要安全，交通要可以到，不要交通太不便利，因为国外游客有些是没有交通工具的哈。安全的环境加上交通，第3个你具有特色，你提供的服务是具有特色的，具有台湾特色的，那这些都适合做国外的推广活动。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我们休区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我们大家也只要做一件，我们要做自己的游客统计。我们一定要做好游客统计，他大概从哪一个国家来，这个数字很重要吗？这个数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数字会牵涉到你们未来这个休区要主打的市场，你不能每一个市场都打，我们现在不可能每个市场都打。如果我们的国外游客来到台湾，其实那个47万的数字其实是低估啦，因为我们调查全台湾会是以住宿为主，了解，所以。其实来台湾的农场旅游，休闲农村旅游，其实不只是我讲台中就不止了啦。谢谢我们的杨秘书亚先从又在勾搞部分详情呢，因为刚刚讲到我们要找特色，我们要永续经营。那不晓得我们现场其他的乡亲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想要表达？来，这位小姐。那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可以做到所谓客制化，让客人他会觉得他是很受到礼遇的。这个客人他会一来再来的，那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大家休闲农业区里面，我们大家的各个业者必须要结合。那这个客制化的行程，包括譬如采果譬如我们有餐的部分，那还有 DIY 的部分，那让客人很满意的，他就会回去再告诉他的朋友，那我们休闲农业区一定会再继续成长。好，谢谢您。所以您是民宿可以跟休区这边做结合，就对。好，谢谢你，请坐。那还有乡亲要发表意见的吗？好，所以讲，有两个面向嘛，还两个期望的讲，休闲农业区放落来，就是讲，生发的蔬菜又变好，生发正经又变好，所以他们讲的专家讲的统计，所以了都讲统计，连农家因为休闲农业区的成立人客入来，有得到好处嘛？生发係咪變好？因為表象嘅東西係看起來鬧鬧熱熱，不過實在底部嘅東西，係咪細細去統計，生發有變好嘛？對，係咪正經好？安尼，我這度當中要思考相看嘅以上嘅意見，謝謝。安子說還有鄉親，我表示意見的冇？先稍等，这边好。为什么年轻人不喜欢做农，不喜欢从农？其实有一个观念也要改，因为老人家常常跟你说，大拿某赚钱呐，
赚不到钱，也买打拿。这句话应该想尽量老一辈的都会这样跟年轻人讲，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如果你要拉年轻人回来，其实应该要改掉这个观念，而且休区带动的产值增加，年轻人回乡的意愿也渐渐增加，因为赚不到钱的农民永远赚不到钱，青农更不会投入这方面的农业。对，所以你在休区成立之前就回来了吗？就在这边耕种，一直都没离开，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只是我比较喜欢往外展售啦，所以我是像去北部展售，所以我会就是会面对很多各区域的农友，所以我们常常交流这样。那你觉得有休区成立之后，跟你去销售也好，或者说你去面对消费者也好，你觉得会有帮助吗？当然会有正面的帮助，因为休区我有这个口号，就是说，对，我们像我们中科成立休区，我自己的消费者，我可以介绍他假日可以来这边旅游什么，我们可以带动像果树认养，去年我们有接受这样啊，未来可以自己接也可以，然后也跟配合那个农会去也可以接。所以等于说，有了休区，你去外面展售，你可以除了展售之外，还可以邀请他来这边了解你的生产过程，然后甚至是说可以跟这边的农友起更多的互动。类似体验式的那个行销啦，就是不一样的行销方式。我可以面对消费者的时候，也可以带他到果园去体验这样。好，谢谢你，请坐。年轻人不容易，还有商要做的鸦片，这个某案狗哟。那还有乡亲要表示意见的吗？好，这边我提出食农教育的概念哈。食农教育是日本先进国家首先推动的一个食农教育的概念。食农教育的概念，简单的说，就是亲农共绿4个字。亲就是亲手做，农就是要吃农业食物，不要吃加工食物。是。共就是大家一起共耕共食，绿就是注重绿色的产销。那第4点我这边提出我们的休闲农业区发展可以配合学校的户外教学。我们先从我们3城区的中小学做起。3城区有和平区、东势区、石冈区跟新社区。从我们现有3城区的国中、国小开始做食农教育。那当然第5点，希望有政府的资源投入跟灌注。譬如说，在我们梨之乡休闲农业区，我们的政府能够投资，能够设一个食农教育推广馆，或者帮我们做一个行销的一个动作，然后帮我们的老农或是我们这些梨之乡的志工会员做一个在职训练。第6点休闲农业区的发展我是建议锁定中小学学生的族群，理由有：第一个，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现在少子化，其实我们假日工作之余，假日的休闲活动、旅游，都是为了孩子着想。孩子吵着去哪里，就是带孩子去哪里。是。第2个就是小时候能够推广这个食农教育。在我们的休区里面植入休闲农业区或者农业一个良好的印象，长大以后，他可能回流农村的机会就将增加，他可能会写下他的志愿就是当农夫。以上的观点提供参考，谢谢。谢谢校长。不过我想要最后请教老师，有了休区，这个青年返乡问题一定可以解决吗？年轻人能不能够回来，牵涉到说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些的基本的这个产品设计好，然后让他们来的时候，他锁定他能够专长能做的事情，那他就能够有很好的收益、很好的收入。我相信在很多的这个我们看那个年轻人里面看到他们回到乡下里面收入绝对不会比他们在都市里面或是服务业里面来的这个差一定是好的。那只是说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是只有从事农业我讲一个绝对的数字我们在前年发表一个论文我们去计算台湾的整个6级产业的这个产值，直接1级产业，各位知道它多少吗？它只占我们台湾整体 GDP 的0.8多。所谓的直接农产品，可是加计的加工、加计的服务业的这个产值之后多少？将近11%多。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农业的整体产值，如果加计了1级、2级、3级的整体产值的话，它是占我们台湾整体 GDP 的11%点多。但是如果你只有做从农，那你只有0.8%多去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为什么要6级化？为什么要我们休闲产值？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价值作用。那么如果你把这些产值的概念告诉年轻人，我想他会看到利基点。好，这我想这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哦。谢谢老师。做得看得出，蔡天农民动用心，除了抗中以外，大家要想要行出另外一条路，转型做休闲农业。不过，要做休闲农业，真经要有很大的勇气跟毅力，带领大家强下来做。虽然讲成立4年呢，大家还在紧拼紧三忙在做哦。不过，相信未来的特步，就像甲按道内边的建议，大家要天天来做，寻出7家相用的来做，用来经营，没有提供全台湾按道的休闲农业向下来参考。真休闲农业做嚟讲，係台灣農村嘅永續發展嘅其中一個機會，咩解決一下農村問題嘅很好一個方式。以上就係今日嘅全民大會，感謝鄉親嘅收看，謝謝。